大家好，又係我 BNO 新聞報道員希希 BB 啊。喺 Threads 又揾到啲好嘢，梗係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喺開始之前，請大家送個 like 俾我哋先，多謝晒。內容係咁嘅，其實近排又見到唔少香港朋友開始重新考慮移民呢個話題。作為一個已經喺英國生活咗3年半嘅過來人，有時睇到大家討論得咁熱烈，我都忍唔住想分享多少少真實感受。講真，如果你問我意見，我會好認真咁講一句，放低幻想，認清現實呢8個字真係好緊要㗎。首先講最基本嘅生活層面啦，好多人以為移民就等於生活升級，但現實係好多嘢都要由頭學過，由頭捱過。搵工唔易，尤其如果你嘅專業唔係當地好搶手嗰種，可能要兜兜轉轉好耐先搵到份似樣嘅。就算搵到，人工唔會特別高，稅同生活成本一扣，手頭可以動用嘅錢可能同你預期有好大落差。而且呢度冇咗香港嗰種乜都可以外判嘅便利，煮飯、清潔、基本維修，10樣有9樣都要自己落手落腳做。基本就乜 Q 都要自己做，初頭可能覺得幾過癮嘅，好似玩煮飯仔咁，但日子耐咗，放工返到屋企仲要對住堆碗同漏水嘅水喉，真係都幾想死㗎。娛樂方面，如果你習慣香港嗰種行出街就係商場，半夜3更都仲有得食宵夜，10幾分鐘車程已經可以由港島去新界嘅生活節奏。Sorry， 咁英國可能會令你有少少失落。娛樂選擇相對少，尤其如果你住嘅唔係倫敦、曼城呢啲大城市，夜晚真係可以靜到聽到自己心跳聲。港式食物唔係冇，但價錢絕對唔親民。一碗雲吞麵嘅價錢可能夠你喺超市買幾日餸，亦都唔特別好食嗰下大鑊。公共交通網絡同香港完全冇得比，班次疏，覆蓋窄。如果唔揸車，真係會覺得自己困喺一個小圈裏面，去邊都好花時間同心思。所以見到好多都會嚟去都係去返大家屋企度玩，好大原因都係因為呢個原因。天氣就更係一個超大考驗啦。英國嘅冬天又長又凍，日光時間短，下晝4點幾已經開始天黑。對於習慣亞洲陽光嘅人嚟講，頭1-2年真係要好努力適應。同埋普遍嚟講，英國人做事節奏比較慢，政府部門、銀行甚至裝修師傅處理事情都急唔嚟。如果你係性格心急嘅人，真係要學識放慢腳步，培養耐性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哇，咁多缺點，點解仲要去英國呢？問得好，正正就係因為如果你聽完以上所有缺點清單，依然覺得我可以接受，咁移民英國呢件事先有真正討論嘅價值。因為你換到嘅好多時唔係一個更舒適、更便利嘅生活，而係一個心靈上比較自由、自主嘅生活。對我嚟講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分別就係言論同思想嘅空間。喺度生活唔使成日驚講錯嘢，唔使講每句真話之前都要左諗右諗後果，亦唔需要表演式咁去表忠。你可以好坦誠咁表達自己嘅想法，批評政策、討論時事，呢一種精神上嘅鬆綁對我嚟講價值好大。當然，我唔會話英國係天堂。而家工黨管治下，經濟同社會狀況的確比保守黨年代差咗，物價飛漲，公共服務擠迫，問題都好多。但係關鍵係呢度嘅制度容許你用手中一張選票去表達不滿，甚至幾年後有機會換走一個無能嘅政府。而喺香港，老實講，短期內呢條路似乎已經行唔通。至於好多人關心嘅治安同歧視問題，我嘅體會係好睇你住邊區。我自己揀咗住喺一個非主流比較寧靜嘅小鎮，治安一直唔錯，鄰居友善，到而家都未遇過明顯嘅歧視事件。當然大城市某啲區域可能問題會多啲，所以揀地方住真係要做足功課。除此之外，英國嘅生活空間真係大好多，唔使再住喺幾百尺嘅納米樓，空氣質素好，藍天白雲嘅日子見到人都開心啲。整體社會嘅壓迫感同比較心態冇香港咁強烈，唔需要時刻覺得自己唔夠快、唔夠叻、唔夠有錢，可以跟翻自己嘅節奏去生活。總結嚟講，我覺得英國比較適合中意慢活、享受簡單生活嘅人，但前提係你嘅英語能力要有一定基礎，唔使去到好流利，但至少能夠應付生活、工作同傾心事。經濟儲備亦都非常重要。頭1-2年冇收入或者收入不穩係好常見，要有足夠嘅彈藥度過適應期。最後亦係最難嘅一點就係心理人性，你要放得低香港嘅家人朋友，適應唔能夠隨時見面嘅寂寞，同時亦要放得低對香港嗰種極致便利，食啦、玩啦、買啦，隨手可得嘅物質，
生活嘅眷戀。移民從來都唔係升級人生，只係轉換戰場。每個地方都有佢嘅難題同功課要面對。留喺香港定係離開，冇絕對嘅對與錯。最緊要嘅係你靜落嚟，問清楚自己到底乜嘢嘢對你嘅人生係最重要、最不能放棄嘅。理身一下，我移英3年半，經歷過適應期嘅掙扎，但到今日，我頗喜歡而家呢種平靜、自主嘅生活節奏，亦暫時未有計劃回港長住。希望以上呢啲又長又真實嘅分享，可以幫到正在思考去留嘅你，睇得更清晰。留言大致上就係咁上下啦，大致上都認同佢嘅講法嘅，唯有2點我想反駁嘅。一就係言論同思想嘅空間呢度，話唔使講每句真話之前都要左諗右諗後果。我諗佢太少同外國人溝通啦，可能佢係香港冇得話共產黨就叫冇自由啦。首先，共產黨冇話唔俾你話佢，情況就好似你有一個細路仔，佢考試考得唔好，你都會話佢，但係大前提你係想佢好，所以鬧佢，而唔係為咗鬧爆佢而鬧，呢個先係真正嘅核心所在。就舉個例子，而家上面啲電單車係可以喺行人路度穿插，呢件事真係完全不能接受，因為有好多小朋友會喺街度行，咁樣會非常危險。我覺得好有問題，絕對需要改善。同埋電視審查有時覺得過分嚴苛，令到創意會被扼殺。難道我咁樣講會俾人拉咩？我諗唔會咯。再講返，如果你係外國完全放任講嘢，我諗你都幾危險。例如宗教討論、性別同戀愛方向，就連好簡單問呢個係唔係你男朋友啊、配偶之類，都千祈要小心，因為佢哋呢一類嘅陷阱多到不得了。你可能覺得我哋有一個大陷阱，但你如果驚嘅話，唔好行埋去就 OK。但係佢哋係有無數呢啲隱藏小陷阱，咁你覺得邊個危險啲，邊個自由啲呢？我曾經聽過，就算講英文 he 或者 she 都會俾學校投訴，問你死未。香港係投訴之都，但英國都唔係少料㗎。只可以咁講，你見到一片平坦嘅草原，但係裏邊藏咗幾多個炸彈就冇人會同你講，直到你爆嗰下先知。之前都仲有聽過一個例子，就係一個香港人嘅上司喺英國公司工作，因為唔關心下屬感受同講嘢太直接，只係叫下屬佢下次要小心啲做嘢，盡量唔好再有呢啲出錯，都會俾公司照肺，真係問你死未。二就係佢話，如果你聽完以上所有缺點清單，依然覺得可以接受，咁移民英國呢件事先有真正討論嘅價值。即係個情況就等於你識咗個新男朋友，佢呢唔返工啦，做嘢懶散啦，態度唔好啦，又唔特別靚仔，對屋企人都唔特別好，對你亦都唔太細心，仲唔刷牙添。只要你接受到以上嘅所有缺點，就有值得討論嘅價值。但係如果差到呢個地步，仲討論嚟做咩鬼呢？不如乾脆講一句我鍾意，吹咩？好，大家對今日嘅內容有咩睇法呢？可以留言俾我哋。多謝收睇門口俱樂部，我係希希 BB， 約定你下集見。圓形 logo 係我做嘅80、90年代粵語流行歌 channel， 入去睇下啦，或者 subscribe 我啦。拜拜。